大哥，非常之榮幸嚟到今日可以訪問你，我係 Kevin，係呢度嘅 Executive Director 啦咁樣。咁我哋之前見過面嘅，即係你嚟到彩虹工作彩虹村拍劇係啦，嗰陣時我哋都有見過面嘅咁樣。咁就有啲班門弄斧啦，即係我哋輕鬆啲啦。如果要讚你嘅説話，咁講到天黑都講唔遠㗎。地表最強司儀啊，亦都攞過呢個民選最受歡迎嘅司儀獎啦，網上公認一個非常之全能嘅司儀啦、藝人啦咁樣樣。咁其實我有時候翻到屋企，如果有時間我都會睇電視嘅。我就比較係沉迷喺呢個我想身體健康呢個係。咁亦都係回應翻我哋即係公司嗰個健康呢樣嘢啦。我諗健康每一個人都想嘅，尤其是即係新年，大家一定話都要身體健康咁樣。健康一定係無價嘅。好似你今時今日咁樣，由一個工程嘅專業啦，就去到演藝嘅專業啦。咁當中一定有啲唔同嘅轉變啦，一步一步由唔同嘅未知一路去到依家得心應手啦，亦都係受到歡迎，好難得，好難能可貴。咁去到即係亦都受到觀眾嘅認同。咁同樣地啦，而家身心靈嘅健康其實都同樣地難能可貴嘅。OK， 咁都希望你可以今日去分享下喺呢個轉變當中，你有啲乜嘢係覺得係帶領住你可以去踏出你嗰個舒適圈，能夠去做到今日嘅事業咧。你講工作上，工作上工作上我覺得係比大家想象中容易嘅。不過可能好多人都覺得，要改變一樣嘢唔係咁習慣，係或者唔係咁有啲不安全感，係。但係其實我諗我哋由細到大不停都會有好多嘢會改變㗎啦。不過去到可能人大咗啲嘅時候，喺工作上就冇咁願意去改變咯。係轉工啊、轉行啊，其實好多人都會經歷。不過我咁啱轉咗個行業係大家睇到嘅。係啊，我覺得當然啦，越年青嘅時候就越多本錢去做改變，呢個係真嘅。因為你嘅時間覺得好多嘛，先唔通係翻轉頭，或者再試下一樣嘢得咯。咁所以我自己當時都係相對啦，可能對好多人嚟講唔年青嘅。我30歲到試下轉一個行業，咁我又覺得都唔係咁成本唔係咁大嘅，我覺得係。咁就一路以嚟都發展好順利啦，全能嘅藝人啦咁樣樣。咁嗱，你以往就係多啲應該係第一次接觸嗰個真係叫轉變，就係廣播道先嘅。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唔同嘅領域啦，又有一啲譬如選美節目啊，去旅行啦。咁我亦都係好沉迷過有酒咁晚吹啦，嗰個我哋每個禮拜都要睇嘅啦。第二，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嗰啲咧其實係娛樂性，即係喺觀眾嘅角度嚟講，娛樂性會較重多啲嘅。咁去到即係我最近啱啱所提嗰個啦，即係我想身體健康呢樣嘢啦。身體健康呢樣嘢咧，其實一般以嚟咧，可能都係比較嚴肅啲去講呢樣嘢嘅，專業性醫生醫護人員去講嗰啲嘢嘅。但係你係帶領你嘅同事一齊去用咗一個好專業之餘，又令到件事好容易入腦嘅角色去做嘅。最初你係點樣去設計呢個模係點樣做咧？咁其實我自己一入行開始做嘅所有節目個走向都係咁嘅，即係譬如我由當初大家覺得體育咧一定係好專業嘅方法做嘅，咁我咁啱我入行嘅第一個工作就我唔稱自己為評述員先啦，我叫做足球主持，足球節目主持，咁但係後尾做下咧，又做啲會扮鬼扮馬又唱歌嘅足球節目，咁好明顯都係將體育娛樂化。跟住又有機會去做一啲同建築同裝修嘅節目。以前我做一個叫做空間大改造。咁我覺得確實亦都係將一個本身好似好專業嘅範疇娛樂化佢，令到人哋容易聽、容易入口。咁所以其實我諗我一路走來，我覺得其實所有人睇電視其實就為咗攞娛樂嘅。當然亦都有人會想攞資訊，譬如建築節目或者醫療呢啲節目，我覺得我會定義佢為資訊節目。
資訊節目娛樂化，我覺得就係我哋作為一個大眾傳播媒介，或者我自己會負責嘅呢部分，我好想做到，因為我覺得專業地去講資訊，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台同唔同嘅節目會做緊。但係我覺得要俾個選擇大家就係，資訊節目娛樂化，咁其實我都係一路走來成20年都係不停做緊呢啲嘢咯。係，咁有冇諗過喺呢個健康嘅範疇裏面，即係個迴響係真係咁大？即係的而且確，我有時候同啲 friend 講，我真係睇咗你嘅節目之後，喂，知多咗關於嗰個健康嘅信息嘅，即係例如又有中醫啦，有個醫生又可以去講下街頭訪問啦，咁樣有冇諗過真係原來觀眾係好受落呢一套嘅嘢去講一樣咁認真嘅課題？因為我覺得如果大家想好深入、好認真去睇一啲資料啊，或者文獻啦，咁你咪靜靜地上網開個電腦，其實睇10年都睇唔完嘅文章會彈出嚟啊！撳咗部電視機，somehow我覺得就係大家想用一個最少嘅力，去過一啲時間。如果以星期六日，我哋成日都以電視台嚟講，星期六日好多時候就係一啲資訊節目嘅時間嚟嘅，1至5大家提供娛樂。咁星期六日開住行出行入都聽到一兩句，咦，好有興趣咪坐低先聽咯。咁係用一個最少嘅力度，希望可以得到一啲資訊嘅方法。我唔敢講話好大迴響，因為我覺得其實呢一啲方式其實咁多年嚟都好多人一路有做緊。本有啲好成功嘅節目嘅，恐怖醫學佢都係用一啲你冇諗過嘅方法去話俾你聽一啲原來你每日咧阿諛腹長期，原來最後又會點？即係佢極端啲咁做。咁我哋都覺得原來日本都有個咁成功嘅節目。咁佢舊年開始停咗啦，佢冇做。咁我哋覺得不如我哋香港都試下自己做一啲咁樣嘅節目啦。鏡頭前你就要透過節目去推廣健康啦。咁鏡頭後啦，你有冇當中學嗰啲嘢嗰陣時候，喺朋友或者係你嗰啲同事身邊，原來都可以教下佢哋一啲相關嘅健康知識㗎喎。即係唔好挨住埲牆企咁落去。教就一定唔敢啦，一定唔會啦，佢哋都唔會啦。因為我哋做咁多節目咧，真係自己都記唔晒。我亦都真心試過嘅。我想攞嗰個 topic 嘅資料，我要開翻一集出嚟睇。我唔記得啦，太多我哋做咗百幾集。咁但係確實喺個過程裏面認識多咗醫生，係好重要嘅。認識多咗醫生，認識多咗中醫，咁即係知道原來唔好睇輕，譬如耳鳴，你唔好睇輕佢啊。你以為隻耳有事，原來可能嗰度有事之類咁嘅，咁會令自己敏感咗啲咯。日常保健啊、做運動啊、飲食啊，你都會留意多啲咯。呢個係真嘅。